大家好啊！今日 Resonic 小主義教大家用 Resonic IH 磁應電飯煲煮一個美味嘅日式三文魚燜飯。首先將白米洗乾淨，然後浸泡半個鐘，咁樣能夠令到米飯更香滑啦。而家將洗乾淨嘅紅喜菇撕成細塊，跟住將米放入電飯煲入邊，跟住落嚟準備醬汁。我哋需要將